下面就是这样一个，就是第三个啊，就是第三个是应该那个，就是揭示缘起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龙门父子啊，就是依靠龙门父子。你曾速记无上乘，无有边你有无边智法力，原原本本全是这龙门，纵轨百年缘。无垢智慧之月论啊，就是月论，经典空中，无碍有，善取辩之智，一案研磨妙论之形成，觉得月成智三所交接光芒遍照耀啊，就后面遍照耀。就讲到这啊，就意思是它是一种这个也可以立人的书法吧，就是我们以一种形象化的比喻，不是形象化吧，就是以这样的一种这个修饰来，就是说明说这个佛陀您呢，就是已经这个受记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有这个无上乘就是大乘的就是原理就是有边和无边的这个法理呢，原原本本让谁诠释呢？就是龙猛这个菩萨就是这个龙猛菩萨。那么这个龙猛菩萨呢，这个教规和龙猛菩萨的这个宗派呢，就是比喻成就是年圆就是年华这个花园，百年圆。那么百年圆气概的话呢，依靠这个月称论师呢，就是比喻成这个月论，月论那么就是这个月称论师的这个，因为它的名字也叫做月亮嘛，月，然后它的这个无垢的智慧的这种月论就是让气开这个龙猛菩萨的这个观点，就是意思是让如理如实的佛陀的教义呢，就是龙猛菩萨来解释；龙猛菩萨的这个教义呢，月称来这个解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这个呢，有比喻日论那么月论那么这个月论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空中就是逍遥自在的，就是可以这个就是运行。那么也就是说呢，就是月称菩萨的这种依据的话呢，就是经典和论点的这个虚空当中呢，就是无有就是任何的这个障碍，就是别人没办法就是给他反驳的，就是这样的可以游行。然后这样的这个月称的月论的话呢，它能散去就时间的这个长简短简的这个变质就是变质的这个黑暗。同时呢，就是让这个研磨就是世界上的一切这个外道的这个谬论的就是谬论的这些真心，当月论一显现的时候，那些真心呢都就是已经这个光的就淹没了，就是淹没了。所以它具有四种特点，就是一个是揭示龙猛的这个观点，然后经典的这个虚空当中可以这个其实经典是不可以解释也不相违的意思，去除变质和还有这个淹没这个外道的这个说法，就具有四种特点。那么这样的这个月称论师的三所的这个交界的光芒呢，就是遍照于整个世界，就是照耀于这个世界，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宗喀巴大师他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所需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佛陀的这个最后的教言呢，就是依靠龙猛菩萨和月称论师来这个得到的龙猛菩萨的话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如能切经如能切经里面，以前我用的那个藏文的这个能切经，就是今天我看了一下那个韩文的这个能切经里面，菩提牛这翻译的，其实跟藏文就是完全是一样的。佛陀亲自授记亲自授记的词是怎么说的呢？就是云南大国中有大的比丘就是云南就是南是南方的南就是大国中这个有大的比丘，名龙猛菩萨能破有无间。就是南方的这个大国当中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大比丘，名字呢就是叫这个龙猛菩萨，他呢就是让这个破就是有和无的这个就刚才在这里面也讲了，就是你有无编织嘛，就是就是然后后面呢就是还要说了，就是为人所我法大乘无上法。为人所无大乘无上法真的机械的往生安乐国就是真的机械的往生安乐国，就是所以跟韩文里面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他就是为众人呢，就是说我的这种大乘这个佛法，就是大乘佛法，后来呢就是获得了第一地菩萨，就是机械地，然后呢就是前往这个极乐世界。还有其实韩地很多论师的是没有应用，就是实际上还有一个叫做是摩诃摩耶这个经
就是摩诃摩耶经里面呢，还有马明菩萨，就是很多的那个大的就是出世呢，就是也有这个受记的。这个受记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是什么依这个700岁有以比丘名曰龙蒙啊，就是依700岁，就是意思是释迦牟尼佛出世以后完了以后呢，就是过了这个700年呢，有以比丘就是名字呢就是叫这个龙蒙，什么三所法要三所法要灭谢见创燃正法灯啊，就是灭谢见创这个燃这个正法灯啊，就是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呢，就是也说了，就是龙蒙菩萨呢实际上是这个灭除就是谢见的这个就是坏这个谢见的这个谢创，就是燃上呢就是真法的这个明灯啊，就是燃真法具吧，就是火炬的炬吧，好像是这样讲的。所以那个就是佛陀呢，就是亲自已经这个受戒，而且呢，就是当时龙蒙圆成论师呢，他也说了，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他通到这个深深的这个发愿呢，就是依靠这个教理和这个真理啊，就是依靠教理和真理，好像这个怎么说的，就是那个如种论里面有的，我忘了，就是如是龙蒙诸论中虽属什么安理当次所啊，就是当时讲第6地这个菩萨的境界的时候呢，说是这个空性的意义呢，一定要依靠经典和依靠这个真理。那么我也是那么我圆成论是自己呢，就是没办法就是解释空性的意义，我是这个依靠这个龙蒙菩萨的这个诸论当中，中观六论就还有这个中观六论，还有呢就是激进论就是等等，就是激进论，对是吧？就是等等来这个宣说的。然后圆成论师圆成论师是这样的，圆成论师主要龙蒙菩萨的解释、六识真理论的解释四拜论的解释还有呢就是如众论的这个自私和明句论就这些都是解释龙蒙菩萨的这个论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韩文当中有一部分是有，一部分是没有就很想呢，就是大家都是应该知道龙蒙菩萨和圆成菩萨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教理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看缘起占和有些其他道理的时候呢，以前讲过，但是我用韩文上是没有讲过，很想讲一讲如众论就是如众论是对我来讲是还是很熟悉的，以前20年前很熟悉的，现在可能忘了。哎呀，就是这样的话，怎么说就所以我们呢，就是应该这个通过自己的这个智慧力就是破除这个一切这个邪见，就像最后的话呢，就是真正就是到这个缘起空性的这个龙蒙菩萨或者月称菩萨所传下来的这种精进什么这个寂静的这种密意就是要到这样的这个很重要。然后最后面第4个宗旨的话呢，要依止善知识，要依止宣说次立之善知识就是那么这个是以上是亲见识，我心获得真安息。那么就是上面所讲到的佛陀的这种空性教义，龙蒙菩萨和这个无住菩萨还有什么那个月称菩萨、护护菩萨、清辩论等等，就是这些。然后来到这个藏地的时候呢，阿底峡尊者他们这个传下来的。那么这些教言的话呢，宗喀巴大师说的是我的这个根本上师我刚才这个所介绍的就是这2位这个上师为主的，还有呢就是仁达瓦这个热努鲁珠也是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上师。那么依靠这个上师的这种价值和威力的话呢，亲自见到就是龙蒙菩萨所传下来的缘起空性的真正的这个意义这个时候呢我就信呢就是已经得到了就是安乐，就处于一种就是非常这个快乐寂静的这个状态当中。若是无事悉不住心前，然后无与其他相就是无与其他相无缘最机密，就是好像那个入心论里面的最高的那种境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事无事什么都是不住在心前，然后一切都是就是处于这个明了无二也可以，空了无二也可以这样的一种这个境界当中。这是实际上是这个依靠这个上师的这个加持力和自己的这种这个善愿力，还有呢就诸佛菩萨的这种这个传承的这个加持力其实我们每个
人的是应该可以就是得到的啊，就缘起空性的这样的这个神圣道理呢当然有2种途径，就是一种途径呢是这个中观的这种法理来进行观察啊，就是一定要以因明和中观相结合的方式来，以推理来，以凭自己的这个智慧和分别念就进行结合，这个进行推理。最后的话呢，始终是找不到就是除了佛说的以外的任何其他的这个法性呢就这个是中观根本慧论的这种问思方法来就是得到的。还有一种途径的话呢，依靠这个修家行呢，就是依靠这个祈祷啊，然后呢就是像那个大圆满大寿印当中的话呢，就是专门这个上师呢就是有一种制止，或者呢就是上师就是虽然就是不方便制止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就是看一些前辈的高僧大德的这些教言呢，然后呢就是反观自己的心的时候呢，就豁然开悟就是也有这样的，就是这个时候呢，也其实宗喀门峰仁波切在定解宝藏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显宗里面说的大中观，密宗里面说的大圆满，还有大寿印，就完全是一样的。还有所谓的大禅宗这些大禅宗的境界，这些都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完全是就百川这个入大海一样的，就是就融入这种境界就融入这种境界。所以印藏和高僧大德们的最究竟的这个依据的话呢，完全都是一样的，都蒙受这个佛菩萨和这个上师们的这个教言，然后自己的这个三根这个复数以这么好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呢，玩法的这个真相呢，就是一下子已经这个通达了。那样的时候呢，就是相续当中痛苦也没有，就是执着也没有，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呢，就是可以这个遍地开展了。